好，来看为着要帮助这4大人来明白到诈骗的手路，新脑科技文教基金会呢是伫咧家己的新港来办一场智慧防诈课程。若是甲4大人来用这手机啊，佮请警方来分享到针对老人的诈骗手段，希望会当提供正确的观念。敢有咧用手机啊？有 Line 吗？伊即个吼，就是假做零件，甲讲妈妈，我需要钱啊！我要买物件，我差10万，啊你赔我。警方向社区长辈分享实际发生过的诈骗事件，为着要来提醒民众对诈骗手段的认识，嘉义县新港的外牌社区邀请新老文教基金会来举办智慧防诈的课程，唔通甲长辈使用手机的方法，佮点破手机诈骗当中常常会用的手法。宣导真好，因为无进诈骗吼，还恶质啊！我一个感觉就是用车手判了事情。应该搁修法。利用这个活动来深入基层，会甲大家来记得手机啊，真简单，要安怎来使用防范即寡诈骗的一寡常识啊根据经济署的统计，2024年国内受到诈骗的被害者计共有13万人左右，其中65岁以上的长辈就有9000多人。嘉义县警察局表示，今年1月到8月，65岁以上的诈骗案件就掠到96件，其中以诱惑是啥人、假警察、假投资上侪。针对银发族招诈手段，本局将强化宣导作为，透过社区活动、理龄会议、乐龄学习中心、老人会等场合办理识诈课程。嘉义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占23.28%，是台湾老人人口比率上悬的县市。警方就表示，长辈因为反映甲判断能力的退化，对诈骗的手法较无了解，所以厝内亲人除了爱注意，长辈嘛要有正确的观念，才会当减少互诈骗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